今日5月25號，網上流傳咗一條片段，見到何伯何太喺港鐵兆康站大堂入邊，有一名女片主向何伯質問：又想攞咩出嚟啊你？職員佢唔知又想攞啲咩出嚟喎。隨後何伯就駁斥對方：曱甴水啊，有曱甴啊，用粗言穢語嚟到問候對方。跟住仲響袋入邊攞出咗一支殺蟲水，噴向該名女子。之後有一名男子報案，警方到達咗現場調查之後，就以涉嫌意圖損害等而施用毒藥等拘捕77歲嘅何伯，返警署扣查。事件當中，一名41歲姓霍嘅女子手部灼傷，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治理。案件亦都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。